脚踏车上学啊？应该要很大很大才可以哟。那我还要等多久才可以骑脚踏车上学呢 ？Hello， 默默在看书啊。哇，好可爱的次行茶哦！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次行茶，脚踏车的意思。彤彤姐姐，默默说她想要骑脚踏车上学。那有什么问题？等你长到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教你骑次行茶啦。不过现在你们都还小，要坐校车上学。可是有些同学都可以坐妈妈的机车上学，我好羡慕哦。坐欧兜拜很方便，不过坐茶也很安全哦。听不懂啦。我说的欧兜拜就是机车，茶是汽车的意思。我妈妈说我才3岁，坐车子要坐儿童安全座椅。没有错，默默说的很对哦。小朋友坐欧兜拜的时候要戴儿童安全帽，坐茶的时候一定要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面。这样才能快快乐乐的出门，平平安安的回家。这是什么呢？次行茶，脚踏车。次行茶，脚踏车，这是什么呢？次行茶，这是脚踏车。这是什么？欧兜拜，机车。欧兜拜，机车，这是什么呢？欧兜拜，这是机车。这是什么？茶汽车。茶汽车，这是什么呢？茶汽车。哇，默默真的很厉害哦！次行茶、欧兜拜还有茶这些都是交通工具哦。小朋友记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罗哟。